Hello，係你好，你叫咩名啊？minggu menga Lili Widiawati，好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 30. Sakso, Sam Saksoy， 30歲，你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，有冇小朋友啊？有有幾多個啊？ 9 tahun， 9 歲，有兩個9 ，9歲同埋1 2， 2歲，有係個咪？仔，係。睇下先，我想問下你之前喺邊度做過嘢啊印尼2 年，印尼2年，係照顧乜嘢㗎？照顧 BB，照顧 BB 啊，咁你嗰陣時 BB 幾多歲啊？ 8 歲， 8歲仔，小朋友，小朋友。小朋友，咁老闆屋企有幾多人啊？ 3 人，係咪先生太太同埋小朋友啊？係，咁我想問下你想嚟香港幾多年啊4 年， 4年。以前咧喺老闆度做嘢咧，係咪你自己買餸煮飯㗎係？OK， 人，好啊。咁我想問下你嚟香港係咪想都係照顧小朋友？係。你食唔食豬肉㗎？冇意思，你唔食，咁可唔可以煮啊？可以。你怕唔怕狗啊？唔驚狗，唔驚狗。驚， OK，我想問下咧，如果香港個僱主要照顧2個小朋友，屋企都有狗嘅，你願唔願意做啊？可以，可以。OK，如果嚟香港1個月放2日假期得唔得啊？冇問題，冇問題，唔一定星期六或者星期日，O 唔 OK？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如果僱主冇一間房俾你自己瞓，要同婆婆或者同小朋友瞓，O 唔 OK 啊？冇問題，好，咁如果你嚟香港咧，你自己啲小朋友邊個照顧啊？阿媽、爸爸、老公，阿媽、爸爸、老公咁樣。你對小朋友有愛心㗎嗬？你自己係咪回教㗎？你拜神係咪回教啊？係，咁你嚟到香港，僱主屋企會唔會拜神個嗬？係，唔會㗎嘛，係咪係， ？OK，咁嚟到香港要記住要俾心機做嘢喎。好 OK，俾返先生太太考慮下，有消息通知你。
喺學校記得學好啲廣東話，知唔知好啊， ？OK，好，有消息通知你啊，多謝。唔該晒，拜拜。